歡迎收睇時事8分鐘。你好，老總。今集咧，我哋就睇一睇，即係分析一下啦。蔡英文啦，佢其實喺管治上面啦，將會面臨一啲嘅咩困難，或者佢喺外交啦，同中港台三地啊，或者同埋美國啊，或者亞洲地區嘅關係，佢將會係點樣樣咧？其實蔡英文咧，我哋過去前面一集咧就講到佢冇做過地方首長嘅經驗嘅。其實呢個又都係民進黨過去佢曾經阿扁嘅時候咧，曾經執政過8年。佢哋民進黨咧嘅強項係選舉，係動員群眾，喺管治上咧係佢哋嘅弱項。其實係民進黨過去喺呢一方面咧冇咩嘅人才。蔡英文自己本身喺呢一方面都冇咩經驗。咁未來咧，佢要批評人哋或者係要即係指責人哋，呢個就好容易啦。咁到咗你自己做莊嘅時候咧，你自己要去即係管治嘅時候咧，第一就經濟問題。喺過去嘅馬英九嘅管治8年統治8年嗰度咧，其實台灣嘅經濟唔係太好，的而且確個整體嘅民眾咧嘅不滿咧，其中好重要就係經濟。但係我哋環顧成個亞洲亞太地區或者係全球嘅情況嚟睇，其實台灣嘅馬英九嘅管治之下經濟並不算係太差嘅，只不過係當時馬英九自己對自己嘅期望高咗，佢承諾話要台灣要GDP 要增長6%，咁事實上去到最後咧佢個 GDP 係倒跌嘅，所以佢係做唔到。不過咧，你睇翻蔡英文如果上嚟之後咧，而家環球嘅經濟環境其實都好差。最大嘅問題就係佢要處理兩岸嘅經濟，兩岸嘅問題既係政治問題，其實都係經濟問題。所以首先要佢面對就係、如果蔡英文上嚟之後咧，佢批評馬英九嘅佢政府嘅當年經濟搞得唔好咧，如果佢自己搞得唔好咧，我相信佢又都好難向民眾去交代。而呢一方面咧，我睇唔到佢有乜嘢嘅真係有咩嘅即係太過有效嘅一啲辦法，或者佢好有標籤嘅好強嘅一個經濟團隊，可以將台灣嘅經濟好快咧就拉翻上嚟。呢個就第一點。第二點最重要嘅咧，其實都係兩岸問題。正我頭先即係第一集去講咧，佢用呢一個維持現狀去代替過去對兩岸嘅一啲表述。當然呢個兩岸問題維持現狀咧，其實而家仲有疑點嘅。究竟乜嘢叫做現狀咧？譬如佢當選咗之後咧，已經提出話要將呢個服務貿易協議，即係兩岸曾經因為喺立法院表決咧，引發太陽花運動嘅呢一個兩岸嘅呢個服務協議咧，重新要進行談判。咁呢一點我相信大陸就一定係唔高興嘅啦，因為過去兩岸喺呢一個協議嗰度嘅政府之間嘅談判咧已經傾完嘅，行政當局之間嘅傾完。其實過唔過到係你台灣內部嘅問題啫，你要去立法院，你要走程序係你嘅問題啫嘛。如果你推倒重來，即係唔承認過去嘅現狀，過去現狀就要傾完啦嘛。你自己行政當局去得到立法院通過係你嘅問題。咁所以咧，點樣嘅現狀咧？喺過去蔡英文曾經做過阿扁嘅時候咧，做過叫做陸委會嘅主委，係主管當時嘅兩岸關係嘅一個官員。佢其中曾經係做過呢個李登輝時代咧，佢係有份參與咗呢個兩國論嘅推出。所以大陸始終對蔡英文嘅兩岸政策係冇信心嘅，係有質疑嘅。特別係蔡英文所背負嘅民進黨主席呢一個佢民進黨嘅黨綱咧，仍然係有個台獨嘅黨綱，仍然仲喺度嘅。所以最重要就係大陸方面咧對蔡英文嘅兩岸政策係冇信心。要點樣去建立大陸對佢嘅信心？所謂冇信心就係大陸過去對馬英九係有信心，係有互信，因為馬英九好清楚9·2共識一中各表，大家兩岸都係同屬一個中國。咁呢一點咧就令到大陸係放心，美國人都放心。咁蔡英文點樣去令到大陸對佢有信心咧？我相信呢一點係並不容易嘅。佢有冇可能繼續維持呢個即係你頭先講即係9個共通點之前馬英九同大陸傾好嗰樣嘢咧？佢已經講過，佢唔會，我亦都相信呢一點咧。佢過去一路嘅立場就係佢
覺得冇呢個九二共識，佢唔會承認九二共識。當然佢最近咧就有少少調整，佢會承認92年喺香港國共啊雙方係香港會談嘅呢個事實。總之要繞過九二共識。但係咧，我諗無論點都好啦，即係你如果佢要尋求同大陸有建立一個九二共識之外嘅另一個共識，呢個共識嘅核心就係一中。對於呢一點嚟講，蔡英文並不容易，並不容易，因為唔小心嘅話，佢就會俾佢嘅綠營嘅民眾咧，即係覺得佢係背叛。咁所以咧，對佢嚟講咧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考驗。一旦兩岸之間冇互信嘅時候咧，兩岸嘅所有嘅交往咧就面臨一個考驗。譬如話而家經貿嘅往來啦，人員嘅往來啦等等，甚至乎過去所建立嘅兩岸嘅官方嘅接觸，陸委會嘅主委都互相見咗面啦，陸委會同埋台辦嘅主任都見咗面啦。最後咧，習近平同馬英九習馬會都舉行咗啦。咁呢啲咁嘅所有過去喺8年之中所建立嘅現狀，蔡英文點樣去維持呢？而一旦兩岸之間嘅所謂現狀，大家對個現狀嘅理解又唔同，你覺得個現狀就係咁樣，而我覺得嗰個現狀就係、譬如話包括係習馬會啦，包括係兩岸嘅所有嘅一啲即係已經形成咗嘅一啲共識，或者係達成咗一個協議，包括係服務協議呢啲咁嘅嘢咧。你如果要重新再嚟過咧，就意味住你唔承認呢個，或者你係唔願意會維持所謂嘅現狀。所以兩岸嘅問題始終係蔡英文一個最大嘅一個關卡。再加上少少咧，就美國而家有一個苗頭咧，係想重新借住民進黨嘅上台咧，係要打一張所謂嘅台灣牌，借住台灣嘅呢張牌咧，喺南海問題上對中國去牽制。咁呢一個咧，也都會令到兩岸嘅關係咧望上另一層嘅陰影。所以我對蔡英文上台之後咧，如何處理經濟問題、兩岸問題以及即係國際啊、南海嘅問題咧，其實我係有保留。好，我哋今集時間就差唔多啊，我哋下集傾過第二個話題。